这个地档高雄有一间5000级的饭店，伫发生地档的同时，大厅的水钱这个吊顶呢一直害，所有人拢惊甲赶紧要走。要么有一个女员工，伊正冷静，伫摇的这个钉仔卡呢，就是大钉卡呢，引导这个人客撇烂。这整个过程非常铺上网络了，网友拢讲哇，伊是全世界上冷静的员工。要有一个施工的工地，地档来的是应该防无拢一直害工人惊甲无地味。还佫有台南认得一个渔翁啊。 因为地动，沙巴鱼着惊跳出水面，死几大片。地动来了，大家惊死啊！后台一个查某员工打真在，无伫擦头壳顶的水钱大吊顶，现场指挥民众紧走。拄到这么大的地动，过当这么冷静，网友拢感觉真厉害。不过一群人就真正惊到面啊青笋笋兼软脚。 地动摇真大，应该帮无拢海甲真大力。当地咧施工的工人心惊胆吓，不过海甲这尔大力，要走嘛是冒险。干来当伫咧原地稍等一下，若人惊一条。 鱼温内底鱼啊，为水面跳出来，因为地动摇真大，互台南认真区一区鱼温内沙巴鱼惊死，饲鱼的人嘛真做地动灾民。9摆规模6.8地动，全台湾拢摇甲真大力，所以小地动一直出现，民众拢真惊吓，讲希望一切平安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